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大家將你嘅產品放喺全球訪問量最高嘅搜尋器 Google 首頁，自然排位顯示出嚟啦。喺呢個視頻，我哋教大家點樣從零成本達至呢個目標。首先，我哋要了解一下互聯網每1分鐘嘅海量數據。所謂海量 ，YouTube 上傳72個小時視頻，我哋要3天不眠不休先可以上嚟。Google 搜索有域名真得70，真得970，郵件服務器快速2秒通。我哋點樣喺呢個海量數據裏面借助 Google、YouTube 呢兩大搜尋帶嚟300幾萬嘅搜尋，為我哋嘅產品帶嚟希望，讓我哋嘅產品喺國際上全球放大。首先，我哋了解下 Google 全球排名第一，北美洲排名第一。喺美國帶嚟嘅訪問量係30%。YouTube 全球排名第3，北美洲排名第3。喺美國帶嚟嘅流量訪問量係20%。喺呢兩大平台為我哋帶嚟嘅希望，我哋測試一些關鍵詞俾大家。Mobile， 我哋睇一下呢個數據係1億7千萬，喺1億7千萬裏邊排首名、第2名、第3名都係我哋做嘅自然排位。我哋講嘅自然排位呢個黏貼性係非常之強，越點擊就越強。我哋再翻去 video 嘅頁面睇下，喺127萬個數據裏邊，首頁俾我哋發現多咗啲競價。喺第2頁情況都係一樣，第3頁情況都係一樣，第4頁情況都係一樣，第5頁情況都係一樣。我哋今日講嘅係自然排位，個係點唔走嘅，越點擊就越牢固，黏貼性就越強。我哋喺嚟緊嘅5月20號喺香港工業總會舉辦一場研討會，中小企如何面對全球市場，由零成本做全球視頻推廣重新出發。時間係下晝3點至5點。如果大家對呢個研討會有興趣，大家不妨點擊呢個鏈接下載報名表報名參加。大家亦可以向我哋諮詢一下，我哋係香港唯一一家教大家用零成本做全球首頁排名嘅公司。多謝大家。